大家好啊，我係 Sky 啊，好開心今日又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仔啊。Sky 咧，琴日啱好係陪診咗一個香港嘅客戶到我哋深圳嘅一個牙科機構嗰度睇下牙齒，檢查下牙齒啦。呢個香港嘅客戶咧，名咧係叫做李小姐，咁我呢邊就叫佢陳太啦。咁陳太一開頭咧，俾我嘅一個印象係非常之 nice 㗎，個人非常之隨和㗎，而且佢好守時間。即係我哋約定嘅時間咧，佢係準時到達嘅，並且佢非常之開朗，同我哋之間有好多話題喺度傾啊，俾我感覺呢個香港人嘅 feel 真係好 nice 啊。跟住我哋講翻佢嘅故仔啦。咁陳太咧係想過嚟做一個檢查牙齒嘅，但係陳太佢一直停留緊嘅對我哋大陸嘅一個印象咧係一個治安唔安全啦，同埋呢個醫療衛生是否達到標準啦，仲有另外一個就係醫生技術呢邊有冇優勢啦。咁最重要嘅一點係陳太佢對我哋深圳嘅路線唔熟悉，尤其係坐地鐵佢都唔係好識，並且佢唔敢去打呢個的士。後尾陳太佢嘅先生咧，即係陳生啊，都係同佢講話，你一個人最好就唔好過嚟大陸咁樣嘅一個情況。咁我同陳太溝通完之後咧，咁陳太話想過嚟檢查牙齒嘅情況之下，我哋公司係安排咗專車過去福田口岸嗰邊接送佢嘅。咁當我哋接到陳太之後咧，咁我哋就開始同陳太進行一個溝通。溝通嘅過程當中十分之愉快，我哋了解到陳太嘅人嘅為人嘅性格非常之唔錯。咁我哋就帶住陳太一齊去到嗰間牙科機構進行檢查牙齒。成個過程當中咧，我哋都係一齊陪同佢睇牙齒嘅。咁陳太檢查完呢個牙齒之後咧，亦都知道咗自己嘅牙齒問題，並且我哋又帶佢參觀呢個牙科機構當中所有嘅呢啲診室啊，同埋休閒室等等嘅。咁陳太了解完所有嘅機構信息之後咧，我哋仲喺最尾睇完牙齒之後，帶咗佢去福田嘅卓越中心嗰邊，因為陳太話佢中意食包師傅，我哋順便帶埋佢一齊過去包師傅嗰邊買咗一啲手信俾佢，所以成個過程落嚟咧，令我感覺到香港客戶係非常之 nice 嘅。咁其實陳太對我哋呢邊咧，可能仲係存在住一啲誤區啊，佢可能覺得我哋大陸呢邊咧，首先一個治安唔安全啦，第二一個醫療條件可唔可以達到一個標準啦。咁其實呢邊Sky 可以話俾大家知道，通過呢幾十年嘅發展當中，我哋深圳嘅治安已經係非常之安全，同時我哋嘅醫療質量都係已經提升咗一個質嘅飛躍。所以話，如果香港嘅朋友想過嚟大陸呢邊睇牙嘅話，完全可以放心我哋呢邊嘅治安同埋呢邊嘅醫療水準。咁至於香港朋友要選擇邊間牙科機構，咁我建議你一定要先諮詢我哋啦。